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公视台1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增加80835个本土，408个中重症，127个死亡。今年到达死亡病例已经有1058人。高雄美浓的黄叶翠谷，今仔中昼有一个高中生滑落溪，吐水死去，救无转来。花莲溪出海口20外只大鸟死伫岸边，验出 H5N1 的鸟仔症病毒。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疫情。国内增加80835个本土病例，中重症增加408例，那死亡个案有127例，其中包括2个囡仔。咱国内今年到达死亡病例数已经有1058例。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稍落来会开始讨论开放边境的政策，上步可能会大型开放。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也是真严重，礼拜六新增加80835例本土病例，意外以新北市新增加16000多例上多，高雄台中有9000多例。另外，中重症新增加408例，死亡是有127例。那创下史上一天内底新冠的纪录。今年死亡病例总计也超过2000例，达到1058例。另外，死亡的个案内底有2个囡仔，一个是5岁查甫囡仔，有先天性肌肉系统的疾病，伫厝内底分去送病院，最后是因为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另外一个是6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因为头巴肚痛急诊送病院，经过采检阳性确诊，电脑断层检查发现脑部有恶性的肿瘤，第2日不治死亡。总计今年囡仔重症死亡有10例。死亡的个案目前累积在小朋友的部分是10位，今天新增的2位分别是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跟共病脑肿瘤的一个关系而过世。指挥中心表示，检查阳性经过医师诊断了后，看做是确诊。先至进行实施了后，即阵全国康存率达到4%，急诊人数是25000人，住院数头一摆比出院数较少，减轻不少医疗量能。新的政策做了之后，对于在急诊的压力相对也减轻了哈。昨天急诊的人数到达25000人，相对在这段时间相对就比较是一个低点。另外，随着本土加境外移入为着比率是差不多拢伫6%左右，但市长阁再表示，稍来开始讨论边境开放策略，为着顾及整体经济，商务人士入境应该真做头一波开放的对象。经济上面有很多需要来投资的，需要来下单的，需要来很多在经济的活动里面，那也许这段时间没有来，我们就丧失了这些可能的这些订单啊，这些投资。那这一部分我们跟经济部积极在研讨。那很快，我们就要来宣布这一块的一个方式。另外，为了照顾弱势，甲为着了后重症风险较悬的族群，指挥中心阁再宣布，会免费提供解药，抑个热切关怀家己一人住的老人，每人送5剂的检查剂。经由各县市社会局处也是关怀体系协助发放。另外，进前宣布免费提供长照机构住民每人5剂的检查剂，是由机构统一调度运用。当发生互相受的风险时，就使运用7剂来检测，有效进行感染的管控。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到达国内已经有10个囡仔确诊死亡，其中有5例因患脑炎。根据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分析，囡仔确诊因患脑炎可能有4大原因。医师表示，免疫系统对病毒反应伤大，颠倒伤害神经系统甲其他器官，可能就是因患脑炎上主要的原因。那偏湖七米乡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规身躯无力软到到，怀疑是因患脑炎。经送去马经治疗，家在目前病情稳定。穿着红雨衫的海巡队人员，甲体力无力的查甫囡仔抱落船，准备送往三总平湖分医来救治。因为27下晡，平湖七米乡一个8岁查甫囡仔，敢若长期患着新冠肺炎，出现规身躯无力、头壳痛、吐这症状，先到7米卫生所去看医生，检查阳性，疑似并发脑炎。经过医师评估了后，建议后三马经来进行治疗。经过医师的评估，目前是没有出现一些相关的神经学症状，所以目前也没有是诊断为脑炎，但后续还需要在医院当中持续来观察。
囡仔怀着了后，若出现下骨喘，嘛爱提高警觉。若靠中期病院进前收治一个9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无慢性病史。囡仔老母在5月15确诊，囡仔第2天烧到41.3度，还出现声音沙声、烧敢若像到胃喘这现象。经过送医采检，也是阳性确诊。医师警告，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真可能造成囡仔出现下骨喘，严重时阵会喘气真困难，有致命风险。就算给他几乎是100%的氧气情况底下，小孩子还是出现所谓这个胸凹非常的明显。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囡仔为着动情死亡的总计有10例，其中脑炎占一半有5例。有医师推测，为着了后并发脑炎就有可能有4大原因，包含病毒直接侵犯脑部、细胞激素风暴、肺管内皮细胞受伤，也有其他器官受损，造成这个代谢不正常。而细胞激素风暴真可能是上大关键。这个就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伤到了我们很多的器官组织，那也包括我们神经系统里面的这一些组织。那这个目前来看，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医师提醒，发烧其实是囡仔对抗疾病的侵犯的免疫表现，不过若是烧超过41度，代表体温的调节中枢出现问题，有可能是脑炎的警讯，建议赶紧送病院。另外，囡仔退烧了后，若活动力甲精神的话真歹，建议也是爱送医来诊断。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降低确诊转动症的风险，真侪家长拢要紧要互囡仔注辉瑞 BNT。台北市拜五也开放幼稚园统一地名单注疫苗。啊，那屏东县政府嘛伫车头设辉瑞 BNT 随来随住的疫苗站，有民众半暝3点就来排队，现场的人是排甲叉。人排到路长，屏东火车站位车站外口的大厅，客满真侪排队的家长甲囡仔，就是为要做一工限量500支的儿童 BNT 疫苗。屏东县政府推出儿童疫苗宿主站，1连3天免预约，随报随做。有家长透早3点抢到头香，也有不少高雄人因为抢袂到有约名额，特别带囡仔到屏东来做疫苗。阿公3点来。阿公3点就来，那时候来的时候只有你们一个吗？就也是有啦，就是他阿公排第一个。都预约不到。电话打得通吗？都打得通，现场去问也没办法。排不上就是。BNT 儿童疫苗专台继续做，其中有一寡囡仔满5岁，也毋过无上小学，无符合资格。对此，台北市政府拜五临时宣布开放幼儿园做这，分3天伫12大行政区，拢有一个注射站集中做疫苗。我们就想说学校统一处理就好，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上网去登记这样子。那只是就是没想到学校会比较快这样。有家长不满抢到就望有约名额，煞突然接到幼儿园做这通知，变做先有约，煞比别人较慢做疫苗。对此，北市府回应，家长会当联络幼儿园，佮由教育局协助处理安排集中做疫苗。所有的疫苗都是足够的，所以你要选择哪一种都是可以，没有输跟赢。233家诊所，29个卫生所，26个医院，都还是可以施打疫苗。我们预计今天会施打到将近1万以上的疫苗试剂。校友局表示，新北市29区选定可小开设注射站，幼儿园会做册通知。另外，家长也会当有约专治288个医疗院所做疫苗。新北市收落来，还佫会得到7.5万剂的儿童 BNT 疫苗，确保囡仔会当顺利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日增加7998例，因为即阵快筛阳性真侪确诊，市内免路车体检站也转型做提供跨境领药啊、体检3项做1摆完成的服务。不过市府嘛提醒，目前免路车体检站就要本人去现场看诊，亲友袂当替确诊者领药啊。台北市长郭文地指出，北市疫情高峰已经过去，礼拜增加7998例本土确诊，针对快筛阳就看作确诊。坐运83机场中正纪念堂、苏北科3大车台所第二转型，提供门诊提药啊、采检3合一服务。另外，今次比较方式去门诊，会当由亲友代替看诊领药啊，引起关注。未来我们的车来数已经都转型，也可以拿药的，所以这边的服务应该也是都是没有问题的。卫生局指出，北市20个防疫进门诊，11个亲子防疫门诊，2个社区体检站，3个车来所体检站，拢会当领药啊。若要提抗病毒药物，呼吁先伫有药系统写病史，加紧流程。另外，新北市礼拜增加16001人确诊，当地市照护执行中的有
13万3261人，新北市政府会针对快太阳看做较紧的执行情形，公布观察7日的走向。那我们也一直在观察它的变化。下个礼拜3，我们会比较完整的把快筛阳系统确诊到底这段时间的执行情况，以及还用 PCR 的，我们会做一个报告。专题疫情退烧，老法庭指出。疫情甲会当掌控主要疗率真重要，数据显示，确诊3到5日，死亡达到45%。所以除了加强中重症医疗关怀和药物治疗，也鼓励长者注第4剂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则意外消息，高雄美浓的黄叶翠谷今仔中昼有一个14岁高中生伫双溪桥边耍水的时阵，无细致滑落渡水，落尾救无回来。一个查甫学生敢若是无细致踏出去滑落溪，消防赶到现场，赶紧甲学生扛上岸，不过人已经未喘气啊，落尾送去基山病院，同款救无回来。花莲溪出海口最近小连续发现有20外只鸟仔死伫河边，大部分拢是海燕仔一款毒鸟。即阵送验确定是喂到 H5N1 的鸟仔病毒。官府强调讲，这款病毒袂害人，民众毋免惊吓。来到花莲区出海口的大白水沟，挖滚水面底找食的普白色的鸟仔，就是来自中国东北方的乌白燕仔。即阵正是因经过台湾的时阵，也毋过有民众发现，岸边就是看到一寡这种鸟仔死去。看到时候应该都死掉喽，然后有些可能还有在痛苦挣扎的。对，之前有听过黑腹燕鸥有染这个 H5N1 的情况吗？没有听过之前没有听过。除了这种乌白燕仔以外，死去的鸟仔也有蒙古鸻、铁嘴鸻。野鸟协会甲这死去的鸟仔送往花莲动植物防疫所化验了后，报告出来竟然带有 H5N1 的病毒。H5N1 属于是比较高病原性的。那在这一支的病毒株那大概以往监测都是主要在台湾的野鸟里面所发现。那跟我们目前监测养禽场里面发生的一个 H5N2 是不一样的。由花莲这10年来，并无伫野生的毒鸟身上验出 H5N1， 这是不是代表禽流感的疫情庆管，后面将是真烦恼？禽流感呢？死了好几只，20几只了。惊是不拢会惊呀，系啊。那你甲看就好。系啊。官府强调，这阵 H5N1 并无喂到人的疑虑，请民众免过度来惊吓，已经派人去消毒，并且对于这个案发所在周围5公里的养殖场加强来防视，也呼吁民众伫野外若是看到这死去的鸟仔，也莫去甲吸掉。记者综合报道。前年伫台东坎顶有一只乌熊有马斯掉伫陷阱，搁掉3枪。经过治疗，去年8月中放回去野外。到大过9个月啊，林管处根据乌熊颔胫口仔的定位，发现乌马斯已经找到生态地，而且行动溜达，活动的范围真大，看起来是真勇敢。双麻树顶对着树枝树叶，方认为可能是坎顶乌熊乌马斯暗时休困的时候。昨年底，乌马斯伫台东坎顶部落山区，护所啊抽到各掉3枪，经过手术顶治疗了后，去年8月中，放野放当心林。台东林管处根据伊阿妈棍挂的回传定位器追踪，发现伊活动范围大，推测伊的健康状况良好。他就大范围的在探索他适合他的栖地，他有曾经就是往部落的方向走。就是回到他比较熟悉的环境去，那一阵子我们也是紧张了一下，后来他就慢慢的也回往原始森林走。树身顶悬身躯大细无同款的鸟仔魂，互林管处判断，这区除了乌马斯，可能还有其他乌熊伫遮活动。事实上，乌熊野放并毋是逐摆拢会当遮尔兴奋。像4月带着身边号568野放的东毛山乌熊，无到1个月，都被发现防枪杀有害。专家认为，野放地点的选择甲事后配套拢真重要。野放的地点比较近的时候，如果又加上食物比较缺乏，这个时候就有比较高的可能，熊可能会返家，回到它原来活动的范围。野放之后，其实都应该要去防备的。乌熊行动溜达，有时阵会直接走出去保护区，防打杀，也是去吸到陷阱顶，拢是野放风险之一。台东最近发现台湾乌熊的通报案件明显增加，林管处也甲当地部落合作，建立通报平台，搁推广改良小垃区，都希望会当降低乌熊因为人为因素受伤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间加油站的洗车场，因为废水的处理设施出问题，地输垃圾水流入门窗，造成污染。
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透过下水沟的系统追查，找到污染源，就要按照水污染防治法，上无甲加油站罚50万。连日的大水雨将有好天啊，未少民众来加油站洗车。不过，台中市北屯区这间加油站附设的洗车场，却是被环保局查出偷排废水。稽查人员发现是加油站去抽清洗车设备产生的污染物的时阵，无好好来收集，才排放到梅川污染这个河川。透过下水道系统的图纸的辅助，掌握暗取水路的流向，查获位于北屯区崇德路2段某加油站附设的洗车场。域内抽取洗车所产生的沉淀污泥，未妥善收集，造成了泄漏排放。台中市环保局讲，进前接到民众检举，发现真多污水对排水管流入北平路边梅川，污色垃圾水明显甲梅川画做两种色地，敢若亲像饮用水共款。调查出是大约1公里外的加油站，甲垃圾水排入梅川，最后是依照这个水污染防治法，上少会当罚50万块。加油站设置自动清洗设施的洗车场，如每日废水量达20公吨以上，依法要申请排放许可证，排出的废水要符合放流水标准。环保局也解释，一般的人工洗车业者甲加油站附设洗车场无同，因为用水量较少，所以讲无需要立管。地方法加油站无愿意接受访问，也无法度知影该公司的回应。环保局指出，这种污染状况已经有改善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德州的国花庆案，佮互管制枪的议题，佮引起讨论。日前拄好是全国步枪协会的年会，前总统 Trump 出席演讲，表态反对管制枪，佮讲应该开放学校配枪。啊，那伫会场外口有大阵民众示威抗议，要求加强管制枪。一日的相片，看到小学生行行伫环境疏散之下向外口逃生。美国德州的罗伯小学进前发生枪击案，夺走19名小学生，甲2名老师的性命，互全国各一摆出现枪击管制争议。一向拢维护爱有枪的权利的 NRA 全国步枪协会，拄好伫当地27举办年会。美国前总统川普出席演讲，表示反对枪击管制，佮讲应该开放学校内底有枪来对抗有枪的社会，而且对学校爱进行安全的改革，互老师嘛会当早清上课。Every building should have a single point of entry. There should be strong exterior fencing, metal detectors, and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to make sure that no unauthorized individual can ever enter the school with a weapon. From this day forward, every school in America should have a police officer or an armed resource officer on duty at all times. NRA 举行年会，外口都要求加强枪击管制的抗议民众是摕着红漆当作老会年式的 T 恤，对参加年会的人一直唱声。We are delivering a strong message to the NRA, a strong message. Our students are dying. My question to them and to our policymakers is, when are you going to put our children before your profits? When is that going to happen? 外界批评警方掠人的行动反应上慢，警方嘛总算承认当时的判断错误，因为为事发的11点33分以后的半点钟，伫12点3分到警方攻击结束为止，由于伊接到至少拜托毋一名学生喊救人的电话，也毋过20多名员警搁徛伫学校的走廊等人起诉时。But she was in room 112, called 911 at 12:03. The duration of the call was 1 minute and 23 seconds. She identified herself and whispered, "She's in room 112." At 12:10, she called back, and room 12 advised her multiple dead. 12:13, again she called on the phone. Again at 12:16, she called back and said there was 8 to 9 students alive. 对此，德州州长伫27个一摆召开记者会，上期表示讲，警方错误的消息互因误会，也毋过伊嘛个一摆强调，开放18岁青年会当买枪的法规，伫过去1个半世纪以来，并无发生真侪学校枪击案，态度亲像有关维护爱有枪的权利。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巴西，最近有2个警察在临检的时阵，甲一个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铐起来，佮甲伊关伫车的后斗，等催泪弹，害这个患者翕伫内底未喘气，全死去。这件代志引起社会议论，民众嘛就街头抗议。画面内底当看到2名警察徛伫警察后斗边啊，对着后斗的门，而且呢一直咧沁白烟，佮会当听到技术化救人的声音。
这个警方执法过头的状况发生伫巴西的温包巴。38岁有时间失调病的桑托斯骑机车的时阵，接受2名警方的拦查。警方为伊的落地发现治疗精神疾病药的时阵，伊常常变甲真紧张。了，警方甲伊扣掉手铐，进入去后道内底，佮向车内等疑似催泪驾驶。因看到警车后道有2条人腿一直咧顶动喊救人，不过警方依然无予伊出来，一直到双卡都无反应。Eu pedia, implorava aos policiais, pelo amor de Deus, tire meu irmão daí de dentro, tire ele daí de dentro, implorava. E imediatamente ele não, aquele não vai sair. 警方甲桑托斯送去病院了后，桑托斯已经死亡。经过初步的尸检报告，认为桑托斯是对无法度喘气，不过暂时无法度确定伊无法度喘气的原因。真侪位无同角度翕的画面，和当当时现场民众传去网络了后，引起社会甲家属真生气。各地民众是上街路抗议示威，要求警方说明。 E não só a vida do Genivaldo, mas também da esposa dele, da família dele, da comunidade negra que está destroçada por ter visto aquele crime bárbaro e que nos torturou também ao gente assistir aquela cena. 不过，巴西联邦公路警察昨天2日发表声明，表示嫌犯在警方拦检的时阵，积极反抗，佮攻击警察，才会予警方制服。了，嫌犯在送去警察局路中，身体无爽快，送病医了死亡，因会对死亡原因展开调查。不过声明却无讲到警方甲嫌犯关伫车内，佮释放气体。 非人权运动家连纳塔批评警方把汽车变作毒气室，处决一名有精神疾病查甫人，佮批评巴西是死亡的集中营。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镜头转来到国内，这阵啊连续几若天落大水雨，致使新竹宝山的山区有车路崩起，公所赶紧派人去现场抢修。另外，阁有一个社区门口口的路，竟然有一半拢崩落去溪水内底。 社区门口口的道路有一半已经塌落去边仔的溪水内底，而且顶头的淡马架路阁继续大大流失。小连续落大雨，路面出现差不多30公尺长、2公尺宽的塌方。现在非常担心，担心什么？因为怕如果再继续延伸下来的话，第一个我可能路进出都没办法进出，那外加之后如果有什么紧急救难的话，可能一些。 什么日本消防车啦，应该都进不来。旁边的住户也岌岌可危了如果再继续下雨要将造成我们旁边的住户可能有一个坍塌的一个危险。山区附近的道路有未少所在传出树啊倒去、甲道路塌方的状况，县政府赶紧派人到现场抢修。立即指示公务处跟各乡镇市公所通力的来合作。 尽快的进行道路的紧急抢救的工程。虽然天气渐渐转好，不过连续几日天的大雨，目前部分山区土质较松软，政府提醒民众经过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花莲嘛有袂少山区拢因为大水雨，土石崩落来，上较严重的就是水水的基美部落，因为水崩山甲自来水的管线冲断，上无爱停水停7天。 另外，秀林乡往三站部落的路嘛崩起啊，目前正在修理。车辆经过秀林乡金美村的三站桥南边，几大片的土石冲落来，将车路砍掉的。部落居民无法度往南边通行，只会当为北边出入。也毋过工程单位无伫第一时间放告示牌，互赛车人一定美。每次我们村民经过这里，最怕的就是这个路段。在昨天的下午，又进行了一次最大的坍方，整个路都被挡住了。 另外，伫南边的水尾乡水港公路连日大雨造成崩山，冲断部路为一条简单自来水管线。村民认为受过乱溪水已经污染水，唔敢去溪边灌水，只会当趁大雨提出勇气行水。10多天了啦，没有水，还好有下雨，是可以接雨水啊。修过乱溪的水又很浊又脏，没有水很辛苦哎，返璞归真呢，真的。 甲都市无共时，基美部落因为较偏僻，地形固定崩山，自来水到即马才属于简单型的管线。只要拄到大水雨，土石崩起都会互冲断。目前这当请消防车协助载水到部落。简易自来水时间很久了而且它的供水来源非常的远，那常常因为气候的变化造成我们的供水的一个断裂，是不是来重新来检讨，能够多1、2处的。 供水地点公所强调，部分管线障碍已经排除，会赶紧恢复供水。也毋过第四开关的村里，因为无法度加压，也是无水通用。部落族人希望相关单位协助建构第2引水的所在，也是强化即马供水管线，让水源供应未受气候甲灾害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外岛地区21度到29度。新闻报线速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静。明仔日同一个时间，咱再会。